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的节目呢，咱想要来讨论读册即件代志。因为咱伫节目内底呢，时常呢会推广互逐个即个读册好处对，所以就想讲，按照咱来讲一集即个英国人即个读册习惯。拄啊好，咱录音的即天改成是世界阅读日世界阅读日拄啊。所以就想讲，来讲即件代志。拄啊好3月份，英国嘛一个，应该讲世界有一个叫做 World Book Day。所以英国呢，因就有报纸去报讲，最近即个统计表示讲，英国呢有4成的人一冬内底拢无读过任何一本册。而且呢，即个数字是较10冬前是较悬的。伊表示讲呢，无咧看册的人愈来愈侪啊。所以我就想讲，即一个咱来讲即件代志先解说一下，这个读册讲的是即个 leisure reading， 就是咱讲即个当做兴趣咧读册毋是迄款为着做工课还是考试咧迄款的读册。还有包含因遮讲的读册嘛有包括用目睭读的册，含用耳仔听的即个 audio book 有声册好，即摆先问者，因为拄则讲英国有4成的人一冬内底无读过册你看我拢是有咧读册会内底嘛，所以咱拢是有咧读过册，拢有咧读册。毋过你有统计过你家己一冬差不多看了偌济册？我无算过呢。毋过加就是即几年的册买的册，佮加电子册，佮网络顶悬看的册，平均差不多6-7本吧。即个是咱就是因为读册会买读的册，还是就是咱伫读的时阵有人介绍，还是有朋友介绍，有啥物册感觉有兴趣，我就会摕来看安尼。我有算过，我为2020年开始到旧年底，大概看了的册是差不多40本至45本。哇，真所以呢！平均一冬是9本8-9本。毋过毋知是安怎，今年才过4个月，我已经看10本看了。我今年的扣打已经看了。你今年会当遐困啊？毋过有一寡是我旧年已经开始看的，今年就是收尾甲看了。其实咱即个万城读册会大概同时间拢有2-3本册咧走嘛，所以逐本差不多半冬会看了。所以你若对这个读册会读一冬一定至少会看4本至6本了。其实即个数字就已经超过英国6成的人看册的量啊，一冬的量啊。这么简单的，咱这么简单的。对啊，咱 PR 60啊。旧年有一个推测阅读的即个慈善团体 Reading Agency 有做一个调查，发现讲英国有15%的人将来拢无即个读册的习惯。15%安尼嘛真济呢。对。而且另外有35%的人讲因以早有咧读，毋过即马无读，无就是足少读啊。另外即个性别较年龄嘛有差就2/3的女性过去一冬当中有读了一本册，男性的部分是53%，就是差超过1成。年纪愈大有读册的即个习惯的比例嘛较悬。50岁以上差不多2/3伫过去一冬内底有读了一本册。18岁至24岁的群组是差不多拄好要过一半安尼。伫英国呢，就一定要摕到即个社会阶层所以即个中产阶层是2/3的人过去一冬有读了一本册，劳工阶层呢是差不多差不多过半安尼。其实嘛差真济呢，我感觉。
系啊，嘛是差超过一成，嘿，差不多15%。嘿，啊，台湾其实我感觉甲英国算是差不多，因为台湾的读册人嘛是以女性较侪，有19%。嘿，啊，家庭收入其实我感觉甲英国差不多，就是超过6万以上的有48%的人伫读册。啊，教育程度大学以上是78%，啊，共款嘛是50岁以上的人，就是读的册较侪，差不多43%。啊，遮有一个真趣味的，就是35岁至54岁这个族群呢，去图书馆借册比例较悬，有45%。哦，嘿嘿嘿。啊，佮另外一个我感觉有较趣味的是，已经结婚的人读册习惯比还未结婚的人悬。哦，可能较有时间啊。已经有结婚，已经结婚的人有较有时间吗？我会安尼想，我感觉无结婚人是毋是因会较需要社交，因会较需要开足侪时间用迄个 dating app 去go on date 去约会安尼，所以就需要开较的时间去做一寡较外部性的代志啊，已经结婚的人就会当甲遮时间留互家己啊。而且嘿，逐工伫厝里拢是看共一个面诶，感觉就无聊诶，不如甲册摕起来看。哎嘛是有可能。啊，另外一个我是因为我家己无饲动物，所以我毋知，就是有饲动物的人伫伊诶阅读诶量，就是伊伫看诶册比无动物的人诶比例较悬安尼。是哦，所以我感觉真趣味。你若是读册互你诶动物听嘛，我毋知。毋知诶，毋知啊，有可能嘛是甲未婚诶共款，你无动物诶话，你就较好去社交。啊，你会当出去外口，有动物陪的人，就想讲会当踮伫厝内底。嘿，啊，可能大家陪动物，嘛。对啊，可能爱哇，毋知诶，这足歹讲诶。大家若有迄个饲动物诶，你来甲咱讲一下。是不是你讲是不是你有动物啊嘛？你诶读册量会一大呢？啊，我有找着一个趣味诶，就是英国这读册习惯竟然堪政治有关系。就是72%诶，即个 Remain voter，就是2016年英国投票公投支持留伫欧洲内底诶人，有72%，就是将近3%是过去一档有读册，啊，无支持留伫欧洲诶有欧盟啦，有将近一半过去一档无读册。哦，嘿，对，啊，佮有支持共党诶人内底7%过去一档有读册，啊，愈为即个正边去，愈为即个右派去读册人口就愈少。所以支持即个上右派即个政党 Reform UK 只有一半支持者过去一档有读册。哦，迄个 Reform UK 是毋是咱之前有讲过的是甲抄袭共款迄个 Reform UK？ 抄袭是啥？就是甲民众党共款式的迄个 Reform 啊。啊，对，就是因。嘿，嘿，啊，就是台湾遮部分吼，伊遮讲有读册习惯的人是有3悬，就是收入悬、学历悬，甲结婚的比例较悬。啊，无读册呢有3加，就是收入较低、学历较低，甲已经结婚的比例较低。哦，所以我感觉若真正是要家己推销出去，也是想要结婚的人，应该要加看册。好是安尼，我毋知啊。我感觉另外佫一个趣味的是，因为你对政治有伫关心，也是对一寡议题有伫关心，就是你头拄仔讲的，就是英国的遮会甲政治有关系嘛。啊，就是台湾这嘛是有小可悬，我感觉嘛是有关系啊，就是读册人对教育
两岸关系甲国际局势，即三项拢是有读册的人比无读册的人悬差不多10至19%。嘿，对。对，我看你有找一个资料，足趣味的。伊讲，就是比较有读册习惯，较无读册习惯的人，有读册习惯的，较甲安排家己自学的计划。哦，对，对即个小众的议题会关心较济，嘿，啊，佮有一个足趣味的，就是有咧读册习惯的人，较有咧固定做投资的习惯。嘿，我感觉上重要是，就是有咧有读册习惯的人，较有咧较会晓家己主动去掌握资讯。我感觉是，我感觉对，我感觉这趣味的。毋过我感觉你拄则讲着即个收入的部分，我感觉这可能是结果，毋是原因。好。因为有几啊项物件会当要安讲会影响你的收入吧。比如讲你年岁较低、较少年的人，因为拄则有讲着吧，较少年的人读册习惯较少，啊，当然你较少年人，你的收入嘛较低嘛。对。另外一个是可能你收入较低，你需要开你较侪时间做工课，可能你做工课时间较长，所以你较无时间通好读册。嘿，所以这可能是原因，嘛可能是结果。煞来呢，即个我看的即个统计，伊就有去研究讲，啥人无要读册。因即寡人无读册习惯的原因是啥物货？伊即件代志呢，发现讲，竟然有即个世代的差异，就是咱拄仔讲的年岁嘛会影响你读册的量嘛，影响你无读册的原因。先讲大部分的人无分年龄层，将来毋捌读册的人会讲是大部分会讲是因为感觉无聊，佮有找袂着趣味的册来看。有的人是本来有咧看，毋过后来因为即个live events，我咧摇应该是红白包迄款的事件啦，吼。也是就是即个健康的问题，比如讲目睭无好啦、忧郁啦、焦躁啦，吼，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问题啦，就无法度佮继续看册啊。佮有嘛有诚侪人摕着讲是因为家己开伤侪时间咧耍即个社群媒体安尼。嘛有三成的人是讲就感觉要甲一本册看了足困难的。讲足歹专心超过3-5分钟的人嘛有三成。佮有1/4的人感觉讲找袂着趣味的物件来读。少年人呢，因去研究这16岁至24岁少年人无读册的原因呢，超过一半是因为讲感觉无聊。4成是因为歹专心。佮有4成的人感觉是找袂着跟家己有关系的册。因是讲 unrelatable， 就是讲册内底人物啦、代志啦、事件啦、物件拢甲伊无关系啊。所以伊感觉拢讲别人的代志拢甲伊无关系，这超过4成。所以即几个项物件拢比整体平均超过高出1成就对啊。去年甚至有报道讲吼，即马中学的即个英国囡仔，可能因为 COVID 关伫厝内的关系，因看的册比进前的中学的囡仔佫较简单，就是内容较简单，而且因嘛开较侪时间去看册，甚至呢，逐工有看册的囡仔的人数呢，为2005年到今呢，已经减少1/4啦。哇，足济呢！对啊，想着就恐怖呢。对啦。系啊，
你去问讲，嘿，你讲，所以这样是因个认为可能有会面对着囡仔已经完全无咧看册诶。有真诶可能，毋过我感觉爱看，因为因是政府是因有 charity 嘛，有政府单位即马咧救即件代志，因为因有去评估，若是囡仔即个读册量减少，其实会增加政府诶负担，因为比如讲因会影响着因诶。比如讲 GDP 还是啥物货，会差到偌济啊？差到82个股算，嘿，所以对啊，会互因损失82，所以因即马就是咧推测，就是爱互囡仔看册，爱这变做一个习惯，吼，爱培养囡仔读册诶能力。所以 workbook day 时阵，因拢会学校拢会分一个 coupon 互囡仔去册局换册。对，对，因为有另外一个是讲英国有100万呢，超过100万的囡仔厝内底是一本册拢无。对，袂少呢。系啊，系啊，够好吗？对啊，所以因即马就是有咧发觉即件代志，想办法来处理安尼。嘿，因去问讲，遮个囡仔是安那无爱看册，有一寡囡仔讲，因为互大人逼咧看，颠倒无想要看。是毋是感觉台湾小看是？有好笑。嘿，有超过一半讲，因为因看着大人拢咧看手机啊，无就是看电视。互大人叫我去看册，毋过大人家己嘛无咧看，因就袂瘾看。我感觉会安尼咧。对啊，就是 role model 啊。对，我会记得我拄仔生囡仔诶时阵，迄当阵，我住迄个月内中心，因就有咧推测讲即个亲子共读，就是看囡仔做伙读册即件代志。因就讲就上重要一件代志，就是你袂当叫囡仔莫耍手机啊！你若家己你叫因莫耍手机是无效，毋过你若家己甲手机囥落来，含因做伙耍，含因做伙看册，伊就会对你做安尼做啊。嘿，所以大人家己爱做迄个 role model。对啊。囡仔就是有样对样嘛。对。阮兜是我有咧读册啊，阮翁其实嘛有咧读，毋过伊毋是读册，伊是无论上班下班拢咧读网络顶悬遐，含迄写code有关系诶物件。伊是兴趣嘛是工课，所以我感觉这有小可歹分，就是伊到底安尼是算有咧读册，还是无咧读？安尼嘛算是有咧读册吧？我感觉是有算啊。阮大家嘛是一个爱看册人，伊嘛会对因社区诶图书馆内底读册会啊。所以我去因兜随时拢看着伊有即个图书馆借诶册。所以顶届迄个作家单书互伊来办啥诶时阵，我就特别买一本迄个几啊所在诶英文版送互伊。我真用心呢。你安讲，我想着就是阮翁即边诶人，因若生日时阵，因有当时嘛会互相送册。无伫送迄艺术艺术画本，艺术就是相片集迄款诶。趣味呢，袂歹呢。要讲啊，就是有当时会送迄领书。领册。领册对。阮翁嘛是有读册诶习惯啊，伊就是伊嘛会订迄新闻杂志，无就是伊几乎伊差不多逐礼拜拢会带囡仔去图书馆借册。所以甲我比起来，伊读册习惯是比我较好一点诶，因为我完全是看心情，甲迄个读册会互我诶动力去读册。其实我嘛是啊，所以我才会爱办读册会，因为我爱读册会，甲我逼我才会乖乖读册。我嘛是，毋过伊就是会自然去图书馆借册，逐暗
几乎要困之前拢会看2-3页安尼。真好的习惯呢。系啊系啊。对，我即摆我想要讲，就是我感觉我足介意英国遮的图书馆，因足欢迎囡仔入去的。我感觉因的欢迎是迄款，伊嘛无要伊讲你入来无咧看册，伊用啥物方式吸引大人带囡仔入去图书馆呢？就是逐礼拜六呢，有一个图书馆因就会放 Lego 出来，互囡仔伫遐算 Lego。对。我感觉嘛袂歹啊，因为你有即个空间，你就是叫囡仔入来啊。伊伫遮耍，伊看到册，伊看到边仔有人咧读册，伊自然就会甲册摕起来看啊。对。啊无就是会看，因为迄册都拢伫边仔嘛，伊若无聊，可能摕起来显的嘛是一个机会，互因去看册啊，去接触，嘿，对啊，对啊。阮遮就是你讲有咧个互囡仔耍，啊，佫有斗图，就是做大片的斗图去引囡仔去伫遐斗安尼。真袂歹。真诶。啊，讲到借册吼，其实我虽然爱去图书馆，啊，毋过我其实无啥介意去图书馆借册，因为我有一个足奇怪的点，因为就是若毋是对咧即个读册会有进度有安排，我家己读册定定就是想起来，我即摆对即啥物物件有兴趣，我就摕起来读一个。今仔日读即本，明仔载读迄本，一本册然后拖足久才看了。嘿，有当时就会停伫最后几页哦，就停来，可能会停规工的哦，规档的哦。才过几落个月了，才想着讲无甲迄看会好啊。所以我若去图书馆借的册，我拢看袂了。嘿。我感觉我伫遮，因为我就做无介意看英文册。我嘛是。应该是来英国了，我无介意看英文册，啊无伫台湾时我会看。所以我伫遮做歹借册，以早伫台湾拢会去迄个什么啊册店无，遮做假摆。好啦，佮家己做去一遐坐咧看册。毋过我伫遐就是嘛可能是因为少年无钱吧，所以就伫遐看册。通常拢会当一礼拜当去至少看一本吧，有哪有想到的话。用毋免开钱的方法甲册看了安尼。其实是袂歹啊。对啊。系啊。过去英国人的习惯吼，过去一当有差不多一半英国人有买册，其中4成是买中国的，3成是较人借，2成其实是去图书馆借。以册本的形式来看呢，4成是即个电子册，3成是有声册。我家己是差不多2020年才开始买即个电子册，即摆差不多买一半。主要是因为我感觉住伫海外炸册来成本真正足悬的。像咱即摆若买一本册是300-500块嘛。对。迄运费嘛是300-500块。真的。对。系啊。而且我感觉电子册你比如讲出去佚佗，还是出去做工课啊，坐车的时阵拢足方便，你就毋免讨论讲我想要炸对一本，因为所有拢伫内底啊。佫有一个想袂到的即个好处，就是我生囡仔生了咧骗囡仔困的时阵，我有用电子册，才有法度伫无电火的时阵看。对呢。对呢，因为我嘛是有伫考虑买电子册较方便哩。所以你即摆拢是看纸本的啊？对啊，我就是系啊。我就做假摆。我嘛是有当时嘛是感觉你摕一本册，实体的册，册外口足水，安尼伫外口看，感觉fashion 的 accessory。而且你要纸，你若要记录啥物，我感觉较方便啊。对。即摆若是读册会要看迄我感觉会记录足侪物件，比如讲咱进前看迄韩国史还是越南史，我拢有买纸本，因为咱较好记物件。对。对。
佮讲当然，即个英国人看册习惯吼，因通常看册是咧困进前，啊无就是日是有闲的时阵，啊若无就是度假的时阵，啊，所以堪恁翁嘛足相像，因为我嘛是差不多都是困的时阵，堪度假的时阵看册较济。啊，过来就是统计发现讲，查某特别介意即个 fiction， 就是咱咧讲虚构的作品。啊，将近2/3的女性是惊若有看 fiction， 啊，无就是大部分拢看 fiction 的册。啊，毋过男性就是一半一半。啊，你通常拢是看啥物较济？我嘛是看 fiction 的，就是小说就对啊。对啊，系啊系啊。伊足侪外国文学拢是小说啦，毋是吗？对啊，我就拢看者，系啊。有当时啊会看历史啊，毋过我感觉嘛是因为读册会开始了，才开始看历史。哦，我是上头先拢是看 fiction， 啊，中有出长的时间拢是看，大部分拢是看 non-fiction， 啊，最近才开始搁开始看小说。对。好，啊，接下来讲即个出版量吼，英国的出版业的即个整体的收入伫2023年是71亿英镑，就是差不多2800亿台票。啊，毋过其中有44亿是出口的，所以本土的即个消费呢是26英镑。啊，我会记台湾计算是200亿的台票，对毋对？对。对，所以我搁小可算者，所以若是讲英国本土诶，即个出版的消费是26英镑，啊，因有6800人的人口，平均一个人一档是开1500块的新台票咧买册，啊，台湾算起来是就是800外，是有较少，啊，毋过对我之前有个朋友伊讲啊凶，伊讲台湾人是迄个有迄个经济实力会当买册，啊，毋过无迄个文化，无文化素质去看册。我感觉是。对啊，啊，毋过我感觉这是会当培养的啊。对啊，我感觉这是培养的，对。对，你若有钱了，你就可能开始家己培养家己看册的习惯啊。对啊。对。所以咱来讲，咱家己读册的习惯呢，也是讲咱读册即个历史啊。你印象中开始做即个读册，就是看即个课外书啊 ，leisure reading 是啥物时阵？还是看啥物款的册？其实像我头仔讲的是，我感觉爸母会影响囡仔看册的习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就做爱买，伊早做有名什么汉生小百科、小百科即款的，啊，搁中国动画故事，啊，囡仔外国文学即款的。啊，伊迄当阵买中国动画故事，就是搁有录音带。若无想要看册的话，是会当用听的。所以我感觉这暗时要困的时阵会放来听嘛。啊，甲国小的时阵，就会去学校图书馆借册啊。啊，我迄当阵是做介看什么亚森罗平哦，福尔摩斯即款的。因为你也看，我感觉迄款的当吸引你。甲册一直看好了，因为你就是想要知影犯人到底是对啊，迄个凶手到底是啥？对，嘿，啊，国小就是迄当阵国小的护理社有伫卖迄简爱的册，哈，嘿，是哦，足俗诶，一本差不多20块吧，无足贵，嘿，因为是学校进的嘛。啊，要鼓励囡仔去看册啊！啊，阮一个因若阮一个因若有蓝山的伊都会买，啊，我着拢看伊买的册啊。啊，毋过其实我无啥伫买册啊，介意的型嘛，拢差不多拢是外国文学，因为大部分看拢足高足假歹。啊，阮这就是伊会较高买无共款型的册，啊，所以伊介绍的册我嘛来看，系啊。
哎呀，嘛是因为读册会关系，互我看的册型有较无共款哦，对，我嘛是跟你差不多，就是我细汉时阵，阮妈定带阮去迄个高雄文化中心迄个图书馆嘛。我会记得伊有四站，阮妈就会家己走去看册，我可能阮妹就会就去3-4站乌白走啊。佫有一个是迄当阵就流行迄个说册中心、图书中心有无？对，阮妈拢会带阮去一间迄个有冷气的，有一区是迄个囡仔的区，就是有碰椅啦，全部拢艋舺，我拢伫遐看艋舺。迄当阵拢看迄个金田一。真的哇！我记得迄当阵阮妈佫会为因学校，因为阮妈是老师嘛，伊佫会为因学校借迄个诸葛四郎倒来互阮看。哇，恁妈是傻拍嘿，对啊，迄当阵就是咱拢会伫迄个说册中心内底吹冷气看艋舺，啉迄个珍珠红茶有冷。后来年纪较大，就是差不多3-4年啊时阵，就开始看你讲的迄个福尔摩斯跟亚森罗平，就是迄当阵对。对。毋过其实我迄当阵伫我的同学内底算是足无咧看册的人，因为我记得我记得迄个差不多迄个时阵，阮妈买金庸全套，迄当阵阮爸的同学拢对我拢足欣赏的，所以我拢全部摕去借阮班的，毋过我完全无要想要看，想讲迄字遮济是要安怎看？我嘛毋知影伊好看伫倒位，我爸就讲我足巧教。毋过其实我妈妈看过。对，我嘛毋过我真正对迄小拍的我无啥兴趣诶。系啊，是有人讲《水浒传》迄款的，我嘛无看过。对，我发觉讲我对即个中国的即个文学介绍拢无啥兴趣。嘿呢，中国的文学我嘛无兴趣。对。后来我其实迄看了后，我介绍就无咧看册啊。大学的时阵有当时也会去买册，嘛无真正咧看，迄是想要买物件，所以就想讲买一个较无遐贵，佫看起来有知识的物件，毋过买了就囥伫。因为迄当阵真正是毋知影看册到底是啥物意思。我是爱一直到研究所迄当阵，就发生一寡感情的问题，含人生的问题，我就开始找讲，比如讲即个感情啊，人是安怎要爱啊，爱是啥物，佫有一寡含生死、含灵魂有关系的物件。因为我先有问题，我才开始去买册来找即个答案。所以过来几落冬拢是安尼，我先去有一个问题，我就去找一本册来回答我的问题。上头先拢是较个人的、较内在的物件。后来我出国了后，拄着足侪社会运动嘛，所以我就开始出现足侪跟即个世界有关系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读啥物社会学啊、政治啦、体学啊、性别对等等的册。因为我感觉遐的册才有法度解释我的问题，所以我也无啥爱看小说看散文，因为同款我毋知看迄要创啥。我读小说看散文是最近2-3冬才开始在看的。进前嘛是会小可读啦，就是3-5冬读一本啦，就是若有出一本足有名，我就买来读啊。譬如讲迄个吴明益，还是讲吴小洛的册，我买来读。这我会来shout out to迄个违章女神含即阿凯之声，因为我会开始读较侪即个小说含散文，就是因为即两个边都有介绍足侪台湾的作家，互我开始知影为倒位入门，我开始去找遮的小说含散文来看。对，趣味呢？对啊。所以你感觉即个读册啊，对你有啥物改变？
对我有啥物改变？其实我毋知读册对我有啥物改变，因为我真细汉就拢一直读。嘿，所以毋过我感觉应该是读册对我来讲，就是互你头壳放轻松啊，入去另外一个你无共款的世界去看即个世界，对。嘛是因为有，就是拢有伫大量的读册，所以你看长文的时阵，你较袂讲遐无耐心，才会当甲好好的物件甲看好了，你嘛有法度去找无共款的资讯甲资料来看安尼。对，真正诶。你咧，你感觉读册对你有啥物？因为我发觉讲吼，媒体会决定内容，所以因为我通常都是要解决问题去找册嘛。那我若真正需要有够野的即个资讯来讨论这个议题，我感觉也是册本才有够。什么 YouTube 啦、Podcast 还是讲迄个面册即种文章拢嘛是无够去讨论规个理路，所以我若是要回答我心内底的问题，其实要用读册的方式才有法度。所以我足介意用即个读册的方式来回答我心内底熊熊走出来的即个问题。共时间嘛会当训练我的即个读的能力。其实因为我做工课竟然需要读足长的文章，这对我工课来讲是足重要的。我定感觉即几工开始读册，搁较认真咧读做即个读册会了，我感觉定感觉即个读册物件就像咧，毋知逐个有算过迄个世纪帝国内底，世纪帝国迄个电动无 Age of Empire， 内底就是你一开始有一个是讲我这奇怪，你世纪帝国内底，你一开始就有一个城镇中心嘛，你有一个报马啊，你爱派迄只报马啊去四界种种诶，就是讲举迄地图，无本来迄地图拢是暗诶嘛，你马啊走过诶所在，遐个地图就会点电火，你就当看着讲遐有啥物火，遐有黄金，还是遐有水，还是讲遐有溪，还是遐有歹人吼。我会感觉讲，我若是读册，就甲无共所在的地图点电火，所以我感觉即摆我的地图内底有愈来愈侪所在有点电火。嘿，我是即摆拢是用即款点电火的概念在看册。对，还有我感觉有一个好处就是要困进前，我若看连续剧，我会足紧就看超过迄个困的时间，因为你大概要看一集要刷了后，伊就留一个 preview， 你看就是要看一集的，看快超过时间，对，即摆老有无？只要超过12点，就会困袂去。所以我若提早半点钟停落来，甲册摕起来看就开始拄久，等下电话甲切掉，我就足紧就困去啊。真的呢，我嘛是，就是讲，这是到底是要困啊，无爱困啊？来看一下小说的好啊，看无两三样，会当来困啊。有当时过当刚摕起来看，想讲这敢我敢有读过？啥啦？已经发生到这，我头前无看到。就是就是对啊。我头拄想想着一点，就是我讲看册会当搁互你按无共的角度去看代志安尼。对呢。嘿，我感觉我是要讲一个这上明显就是，咱毋是读迄个巴勒斯坦之上，因为我之前是，应该会当讲，我就是徛伫 Israel 迄边，就是伫肯镇迄个巴勒斯坦，因为就是哈马斯就是攻击嘛。毋过是看了即本册了，就是对即件代志的看法是完全无共。对。
大家真正会当去看。对啊，我是真推荐这本册。真的。对啊，所以最后我就想要甲大家推荐讲，要安怎开始这个读册的习惯。我感觉对我来讲啊，加入这个读册会是上有效的，因为就是因为尤其我爱主持，我就一定要看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是搬厝的时阵，就这些实体的册有无？对。还讲哦，我已经看了，才会当摕去买，还是讲不送互别人，还是啥物货？嘿，嘛会看较紧。啊，还有另外一个我足介意的，就是迄个 Read Moo 伊定定都会办迄个walk talk marathon，就是伊会办一个主题，啊，伊迄个时间之内，若是看迄个主题相关的册，啊，读超过偌济时间，你就会当得到啥物物件。够济。嘿，对啊，所以我大概拢对迄，我拢都开始拢会看足济册。这嘛算是一个会当省钱搁增加你知识的撇步呢吼。嘿，对啊，真好，真正真好笑。对，好，安尼是不是差不多？对，就迄个一个结束。啊，毋过就是甲大家推荐，嘿，这个读册的好处真济。真的。啊，其实佫是一个毋免开钱，就会当得到足济快乐的一个放轻松的方式啊。因为你若去图书馆借册，就免钱嘛。对。而且我有拄过朋友，因是去图书馆哦，啊，图书馆迄个阿姨会甲推荐册呢。会讲即摆你会当看一本。感觉嘛袂歹哦。系啊。对啊。所以嘿啊，大家会当不时去图书馆行的啊，嘿，开始一个读册的习惯。真的，读册真正是对咱的人生有好无歹。对啊。毋过我感觉咱的里面感觉是水准真悬，应该拢是真有读册的习惯。不如大家会当他们分享你平常时是安怎你读册的习惯。对。啊无你爱看的册。对。啊无做伙甲咱来家己咱的读册会嘛是真好。对啊。因若时间会当的话。对。好，安尼今日就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甲身体菜好。叫我清芳过一池，青菜水果青。